听阮的主愿感谢你，伫4月份的第1主日，阮伫清明年假的中间，毋敢若来孝念阮的亲友，嘛通伫主你的故事内底，会当互阮伫教会继续来做礼拜。愿求主你的圣神甲阮三个同在，嘛甲现在伫网络顶面所有的兄弟姊妹同在，也恳求主来保守阮大家，有平安，有盼望，伫主你的祝福内底，通领受到主你大大的疼痛。但愿求主你的圣神运行伫阮的中间，拍开阮的心，将主你的话语放伫阮的心中，来成做阮的准情。愿咱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尊名求，阿门。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主。咱已经进入到伫4月份上时照着教会的年历，咱已经进入到伫中秋主日。换一句话讲，咱嘛要进入到伫受难周的时间。就亲像拄则主中即书所祈祷的时阵讲的，中秋主日一直到伫过活节、受难周，这是咱基督教真要紧信仰核心的内容。所以咱对3月份开始咱通过即张图片，会当看见着讲四旬节，也就是大斋祭期的即几日内底，咱有圣餐。咱嘛像是伫讲台有恢复插花等等遮的内容的时阵，就是要来甲咱提醒，伫大斋祭期，咱爱备办心来悔改，嘛备办心来领受上帝的救赎。伫大斋祭期，伫今年伫今仔日，所有全世界的教会，拢透过马太福音书21章第1节到11节的经文来领受中秋主日的信息，所以牧师要邀请咱拍开咱的圣经，咱要通过今仔日马太福音书21章第1节到第11节的经文来互相分享，互相来勉励。我想今仔日的经文大家拢真熟，因为敬拜中秋主日的时阵，咱拢会透过这段经文来分享。无论是马太福音书，无论是马可、路加、约翰，拢有来甲咱提醒耶稣引光入耶路撒冷城。伊今仔日的经文真趣味，来一开始甲咱讲起着耶稣甲伊的学生来行进耶路撒冷，到伫必发期甲橄榄山的时。这个经文拢是来甲咱提醒，耶稣的来到是代表终末的日子瓦近，所以上帝或者是讲上帝的使者会对东方来到伫这个所在来开始做审判。所以伫这个中间，马太福音书用安尼来去象征耶稣现在的出现是有伊特别的意思。所以伫今仔日个经文，咱看起着讲，对第2节，耶稣找2个学生来甲因交代，就去到伫对面的乡舍两边会拄着一只驴北地，倒有一只驴甲伊伫地，来偷开牵伊来我食。今仔日个经文一开始伫第2节来，互咱看起着讲，耶稣伊有即款预先知影的能力。所以，伊这段经文主要是要去应验伫旧约撒加利亚这位先知伫遮所表达有一个王会骑驴入耶路撒冷城的一个信息，来证明讲耶稣伊甲这款的身份是有符合，也代表耶稣伊是拯救耶路撒冷的主的领导的关系。所以今仔日耶稣骑驴入耶路撒冷城，这个信息来伫耶路撒冷城的门口来发生一个真惊天动地的一个代志。
咱来看第10节，耶稣入耶路撒冷城时，通城摇作。那你手头摕华语的圣经，原则上伊是安尼来解说讲，规个城，即个耶路撒冷城震动起来，震动。所以咱会通去想象讲，伫当时耶稣要入耶路撒冷城，迄款欢喜，迄款现场，百姓伫遐喊发，即款的精神，实在互咱看起着讲连城都会摇作。所以透过伫即款的内容的中间，咱通看起着讲，伫耶稣要入城的现场，百姓来甲衫铺伫路顶。互耶稣骑驴仔会当行伫即个路上，来代表讲一个王要登基，要来上位，来象征即个王是耶路撒冷的王。所以今仔日耶稣伫即个过程的中间，伊来行伫即个要入城门口的道路中间的时，咱看起着讲，遮个百姓举着棕树枝伫遐喊发，伫遐喊讲。大笔的福的何塞那，伫主的名来得着俄乐，伫至高的何塞那。这若亲像咱伫现主时，伫民主的社会咧看选举共款，咱亲像候选人要进场，伫遐会喊发，伫遐喊加油，伫遐喊伊的名，伫遐若亲像真兴奋，而且来甲伊赞声。但是事实上，今仔日耶路撒冷城遮喊话，遮的犹太人，因有一个理想，因的理想就是，若假使讲伫有一个王会当来带因脱离外邦人的统治，也就是当时犹太人遭受到罗马政府的管辖的中间的时，因若会当去独立建国，会当转去到伫家己的土地伫遐有家己的生活，安尼会更较好。所以今仔日耶稣骑驴仔入耶路撒冷城，百姓伫遐喊话的时，伫遐来认出伊是大笔的福的。意思就是讲，今仔日因甲耶稣看作是一个政治，或者是讲即款有权力的救主，或者是一个王的一个形象。所以今仔日耶稣入耶路撒冷城的时，伫遐喊话大笔的福的何塞那，意思就是讲，今仔日。若假使讲耶稣会来到，会当将阮带转去甲祖先迄个时代共款，大笔所罗门王迄个黄金真光辉的时代，这个耶稣是阮的救主。所以何塞那意思，若假使讲伫圣经的解说内底，伊原底是讲拯救或者是帮助的意思。但是真无彩，伫圣经的现主时的解说内底。咱看见着讲百姓误解，迄个误解真做这若亲像是一个口号，伫遐来真做欢迎，或者是伫遐欢呼的一个口号共款。所以今仔日耶稣入耶路撒冷城，对着耶稣来讲，伊是要去执行伊的使命，但是伫现场，大家对着伊的认捌无够。所以咱看起着讲，最后大家咧问讲，这个到底是几罪？这个到底是几罪？但是11节，咱甲看，大家甲耶稣看作是先知，而且认为这个耶稣是对加利利的拿撒勒人。咱如果等下到伫圣经的内容来认捌的时阵，咱就知影讲，耶稣捌讲过一句话，耶稣讲先知伫本乡安那是受气杀，先知伫本乡是受气杀。所以今仔日耶稣伊互人认出来，伊是一个先知，但是大家对伊的误解来认为讲，今仔日这个耶稣是大笔的福会带因脱离外邦人的管辖中间。各位兄弟姊妹，伫马太福音书第1章的经文足清楚甲咱讲，当天使甲玛利亚讲，你着爱甲即个婴仔号名叫做耶稣的时阵，耶稣即2字即个名，伊所代表的是要拯救百姓来脱离罪恶。
所以真清楚，今仔日耶稣伊本身家己的使命是要来进行拯救的行为，伊要帮助百姓会当脱离因的困难的中间。但是今仔日这个百姓看见着耶稣勇敢入耶路撒冷城，耶稣面对着众人伫遮的喊话，并且来承认耶稣是救主的时阵，咱会看见着一个真趣味读圣经的美角。耶稣伫遮并无拒绝，并无拒绝人称呼伊是救主。所以咱会当去想，咱咧读圣经的中间，无论是人，无论是鬼，若看见着耶稣，耶稣拢要求因袂使讲。但是今仔日，咱看见着圣经，当百姓伫遮喊话呼求的时阵，耶稣的身份伫遮表达出来。耶稣是一个弥赛亚，是一个救主，伫遮公开被承认。但是耶稣无来拒绝，因为今仔日21章，耶稣的时间已经成熟，已经到。所以耶稣伫正前无论惊神者，无论赶鬼，拢爱交代讲毋通讲。迄个意思就是时间还未到，惊讲大家会无人物会来造成误解。但是现在时间已经到，耶稣接受众人对伊身份的承认。所以通过安尼，咱进一步来看，咱会当看见着讲，耶稣伫遮所带来的拯救，毋是一个俗世的权力，反正耶稣是透过疼的溃力，要来成做拯救的内容。所以相对来讲，今仔日咱所看的圣经内底，耶稣伊毋是迄款咱拄则讲的政治上，也是讲迄款军事上的弥赛亚，伊是一个人子，是一个上帝的囝，要来表达上帝疼世间人的信息。所以今仔日耶稣入耶路撒冷城的这段路，是一个叫做苦难的道路，是一个死亡的道路。对着耶稣来讲，伊无用权威来管理和压制人，反正耶稣透过释放甲疼来成做人甲人之间的互动。伫最近牧师有机会重新对册架仔顶面来读这本册，叫做《荒漠甘泉》。这个显现的我才知影讲，原来这本册是我国中青少年团契牧师送我的册。读这本册的时阵，感觉真感动，因为这段时间咧读这个册的时阵，拄啊好，甲咱最近这个大灾祭期有配合。伫教会内底，咱拢真清楚，耶稣入耶路撒冷城，耶稣伫受难酒的时阵，包括圣歌队咧吟诗献歌的中间，拢甲咱讲，无十字架就无冠冕。我想即句话，咱伫教会内底拢真清楚，嘛无毋对。圣经甲咱讲，王的荣耀是伫十字架顶来彰显出来。因为伫马太福音书伫接受耶稣钉死伫十字架顶的时阵，罗马的军官伫十字架的下骹安尼来承认讲，即个人真正是上帝的囝。无十字架就无冠冕。即句话伫圣经的解说内底没有错，但是荒漠甘泉内底甲即句话来重新做一个解说。伊讲无十字架就无冠冕，意思就是讲无苦难就无荣耀啊。
但是伫荒漠甘泉的内底，即个考门夫人，伊来安尼解说讲，真侪人所以爱的是荣耀，却毋是爱苦难。真侪人爱的是要爱荣耀，毋是要爱苦难。所以伫马太福音书有一个真关键的经文，啊，假使讲伫神学院咧上课，拢会讲，即段经文是马太福音书的关键，也就是20章27节到28节。马太福音书20章27节到28节，安尼甲咱讲，伊讲爱做头的，要做恁的奴仆。亲像人子来，毋是要找用人，是要互人找用。去献伊的性命来赎回济人。我想今仔日这段经文，咱来对照耶稣要入耶路撒冷城，然后伫这个正经所讲的这句话，特别伊来讲去献伊的性命来赎回济。今仔日若无苦难的耶稣，就无有荣耀的十字架。但是同款的意思，咱会当看起就讲，伫咱现在的生活的价值观内底，就咱亲像拄则考门夫人的即句话来甲咱提醒：真侪时阵，人敢若要爱荣耀，毋是要爱苦难。所以今仔日耶稣即个弥赛亚的身份被表现出来的时，迄个身份是服务，是为着人的生活。我咧讲一遍，这个身份，这个弥赛亚的形象，是一款侍奉，是一款为人的生活，透过听的快乐，要来去改变和转化这个世界。我想通过中秋主日，咱定心去思考弥赛亚的荣耀，咱就会当去真清楚知影讲。耶稣透过侍奉，为着人来生活，这款的内容，到后来所得到的是互上帝来肯定。对咱来讲，这有啥物款的意思？我想，通过耶稣第一次开始预言，伊要上耶路撒冷城。然后伫即个过程的中间，伊的学生伫遐开始为着权力咧争夺的时阵，咱会当看起着现啊，为着权力伫遐三钱，甚至若钱无够，都拜托老母来斗讲。今仔日个经文，互咱看起就讲，今仔日个耶稣被误解。当耶稣被误解的时阵，嘛代表咱对权力被误解。最近因为肺炎的问题，所以咱的北大。咱的总会拢延期开会啊！延期开会，当然大家会关心，但是更较关心的是啥？关心啥物人要做总会议长？关心啥物人要做总会总干事？关心啥物人接续要做北大的议长？坦白讲，权力的拥有成做个人的成就。权力的拥有成做个人的成就。但是做议长、做董事长，遮尔有权力的职务，那亲像不止啊，真好。
真侪会友拢会甲我问讲，牧师做长老哪真好呢？做长老哪亲像真请赢？但是我爱甲所有兄弟姊妹来提醒，无论你担任任何的职务，迄拢毋是权力的象征。无论你担任任何的职务，拢毋是权力的象征，也毋是要展现自我能力和实现理想的位置。我毋知影大家对着总会议长即款的身份的认定是啥？那亲像大家苦苦的，然后安排一个饭店的，就会当选总会议长。但是咱若看，伫当时马偕牧师转去到伫加拿大第2年受选来做加拿大长老教会总会议长的时阵，若用现代价值观来看，咱会感觉讲，这出外走去到伫遐远的台湾，伊凭啥会当做总会议长？请会记住。我真希望咱的会友爱会记住，今仔日咱所选的中职，咱所选的任何的职务的担任，这是一个信用团体表现甲见证。意思就是讲，今仔日你所选出来的这个人，是代表教会、代表台湾、代表整个信用的团体。毋是摕到权力，想要做啥就做啥。所以，当来到伫现主时教会的生态内底，咱重新来思考，做中职是荣耀，嘛是一个肯定，这是一个真自然，咱选出来的代表。是一个有美好的典范和代表性的同感。我再讲一遍，咱所选出来的人是代表教会，是爱有见证，毋是伫遐算来算去，毋是伫网络顶面伫遐写来写去。我要讲的意思就是讲，今仔日咱所看到的耶稣，互咱一个典范。伊毋是用权力伫遐来表现来耀武扬威。今仔日耶稣徛驴仔入耶路撒冷城，用四方听的表现，就是互咱看见着啥物叫做谦卑啊。较早阮伫总会的时阵，过去阮的长官。嘛是总干事杨启秀牧师，伊讲一句话讲：啥物叫做传福音？传福音就是去做人毋愿意做的事啊，去别人毋愿意去的所在，迄款的真实。各位兄弟，特别伫最近。咱看见着肺炎的问题遮尔严重，昨嘛有执事甲我讲，牧师听讲你有上电视呢。我讲太有，因为听讲有立法委员甲我的名讲出来。伫这段时间，牧师爱甲咱所有会友报告，所有的长老。所有的执事，大概是在遐想讲，安怎样会当互教会持续伫礼拜的中间，互大家会当平安。这中职半暝1、2点，
都爱去接牧师的简讯。半暝请遮个中职拜托个问仔在透早，是毋是会当较早来教会？大家伫遮做伙来为着教会兄弟来，互因会当放心来做礼拜。伫即段时间，咱看见着咱的中职，因用谦卑伫遮咧服侍。咱看见着咱的中职伫即段时间，互会友会当有更较侪的信心来面对困难的时阵，嘛是帮助咱的教会会当伫即段时间行过死荫的山谷，也毋惊灾害。若是安尼的时阵，长老所担当、所承受的压力，执事所爱去服侍者呢做代志的挑战，我想这拢是大家做伙伫即中间做伙伫服务甲三听的内底，做伙来斗下手。我真希望讲，咱爱伫即中间，互咱的中职有搁较侪肯定，嘛互咱的中职搁较侪鼓励。咱求主来成做咱的帮助，因为耶稣互咱看见着一个见证，因为耶稣用谦卑甲咱讲，无十字架就无冠冕，毋通干那想要爱荣耀，无要歹十字架。咱求主来带领咱，当咱若承认耶稣是咱的弥赛亚救主的时阵，咱来跟对伊的脚步，伫侍奉甲听的道路顶面，来得到真正有意义的人生。三个来祈祷。天父听阮的主，阮感谢你，感谢上帝你的祝福，通互阮会当伫主你的带领中间得到主你的帮助。耶稣，感谢你，互阮看见着什么叫做谦卑。伫现在的社会的价值观内底，有太侪时阵甲阮讲，荣耀是一款成就。但是，当来到伫信仰的中间，耶稣你互阮看见，歹十字架迄款的困难、苦难，却来得到上帝你的荣耀的时，愿主你来成做阮的帮助，引带阮所有淡水教会的会友，会当伫受难周的时，通过侍奉甲听，活出见证，荣光上帝。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尊名求，阿门。